刚开始国姓乡的消息，这个国姓乡九份二山小梅区今年花期提早开花，因为进前有几叶波冷空气的影响，加上这礼拜拢是出日头的好天气，规粒山头拢是梅花有够水。因为是呢，高站地场的山顶，这是上好的欣赏的地点。元旦连续假期是赏花的好时机。 国姓乡九份二山小梅区有美丽梅花景观，吸引游客来遮看花。伫山顶的球站地场有上好的观景点，因为地形真悬，不管是伫附近的大石壁，或者是伫玻璃镇的中大仙寺，拢看得到。花很漂亮，然后花都开可能有5成，然后满山都是梅花香，很香。为了让游客较好的旅游品质。 国姓乡公所嘛，自元旦假期开始实施小梅区的交通管制措施。交管的时间会在12月31号，111年的1号、2号还有9号、10号、15号、16号。 更大的爆发哈，我们的梅花会非常的多，所以这次有在梅花季的时候，还有一个龙来赏梅去。看好天气来看梅花是旅游上好的选择，而且还有丰富多元的内容，用性美食、精品咖啡和各种优质农产。